抬脚后，我们今天要先做的是软身的运动。软身的运动非常的重要。首先，我们要伸展我们的大肌肉。那因为我们民族舞牵涉到很多的小肌肉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大肌肉或者小肌肉，我们也都能够做适度的伸展。那么软身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血液的体温能够提高，血液的循环更流畅，把我们的肌肉跟每一寸的骨骼，那么唤醒它，让它苏醒起来。好，为了等一下我们的主要的律动做好准备，那么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准备工作有更好的发展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免运动伤害。好，同学准备好了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，先从我们的头一直动到我们的脚。好，我们先做头部的动作，6、7，走。回正 ，N， 吐气 ，N 吸气，回正 ，N 吐，吸回 ，N 吐，往前，回正，往后。回正 ，N 吐气，回正，好，请向右，眼神跟着走，吐气，再做一次，做1拜咯。好，请做肩膀往前画圆，加油，加油哦！吸气，慢慢吐，让我们的呼吸细匀深长。好，请拉旁腰，回正，换左旁腰。请回正，右旁腰，左旁腰。好，请做弓箭步。好，做弓箭步的时候，请注意让你的胯是非常平正安稳的。好，请换。松肩。落走，好，再一次，好，请注意沉肩落走，好，最后一次，好，我们做顺腰走。哦，对不起，换。好，吐气，颠，吸气，放，吐气，颠，打开，吐气，吸气，吐。好，最后一次。好，吸气，慢慢吐。刚刚大家做的非常的好，所以不管你做任何的动作，你随时随地提醒自己，那以后你自然就成为连走路都优雅的漂亮女孩。从2015年到现在，
已经7年多了。我们每一年都透过了客家乐曲的词曲，配着适当的肢体语言，我们想要探究的是客家的身影。我们也希望带着大家进入客家的文化内涵里面。今天我特别选了一首客家的传统小调，叫做《青山绿水好风光》。我们试着想要从客家的历史源流，还有客家的居处环境，想要更清楚的去看看客家的风貌，以及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。请大家跟我来第一句：强山绿水好风光。强山绿水好风光。好棒，按腔哦。山前山后北花香。山前山后北花香。第3句：暗好景色无心爽。暗好景色无心爽。这个“行”字，大家要记得把双唇闭起来，行。行。按赞。第4句最后一句：一行为督，淡爱情浓。一行为督，淡爱情浓。好，我们从头一起来练哦。好，预备，来，开始。强山绿水好风光。山前山后北花香。暗好景色无心爽。一行为督，淡爱情浓。我们好快哦，就可以进入歌曲的部分耶。依琳，可以请你带我们唱这首歌。是。强山流水。预备，来。强山流水好风光。山前山后北花香。暗好景色无心爽。一心为督，淡爱情浓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首《青山绿水好风光》的手语。抢伞，3只手是3只手指头，从你的下巴往斜上画，画上你的眉间这个地方。哈啊，为什么会这个叫做强？青色，好，青色。好，那么为什么叫强？因为在我们的原住民族泰雅族。那泰雅族他们会有纹面的习俗，一旦纹面就表示他们已经成熟了。我去狩猎过，那么我就是一个能够扛起家计的男人。因为我纹面了，所以我能会织布，我才有资格纹面，我才能够加入人家，成为人家的家里的支柱。所以强就是从原住民的纹面而来，强山就是山形。所以我们3座山就是多，所以山，哇，你们的手好美哦！真的，我们要好好运用我们的手腕、提腕、腰腕，把这3座山做好。那么这个低，再高一点点，啊，再低一点点，山的形状就出来了哦。好，我们2个字一起来，强山六，六就是绿色，六。把我们的舌头卷起来，我们的舌头卷起来，我们的里面有静脉，舌下有静脉，那它就是青青绿绿的。所以我们用手指头、食指指着我们的舌下，就是绿色。六，可以吗 ？OK， 很好，按腔哦。水，川像川一样的水，就这样3道
流下来。那么请大家不要这样子做，因为这样子做是很僵硬的，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刚刚做的软身，让你的手腕做很好的运作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4个字一起，预备，走，抢3、6、碎，左手右手都可以。后，告诉人家好的。后风，双手从上面滑下来，好，从高气压，从气压比较就是空气分子比较多的地方，到空气分子比较小的地方，它就是风的形成，所以风光光拱，从黑暗到黎明，所以黑暗的时候，我们的脸要往下，黑暗笼罩着我们，然后双手往上，慢慢往上跑，到你的中央线之后，然后一打开，突然天亮了，所以这就是抢3、6岁后风拱 ，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口4，预备，走，抢3、6岁后风拱，好，3浅，你要做3给我看啊！我已经是复习了，3浅，好，前就是指一个东西挡在这里，前面，浅啊，3浅，好，闪，一个东西后面 ，OK 啊，好聪明，爱看哦，好，4个字一起来，预备，走。3浅3休啊，这个叫做100，就是我们的鹰爪手，8千万百千万，好，所以8这样人家比较好看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运用到我们的手腕，它自然就经过修饰了。当我们经过修饰的时候，它就美了。啊，所以不要法花含苞待放，好，法熊就是香哦，香什么东西闻得到？用什么闻？用P， 好，所以味道是这样上来，上到鼻腔，不要上到，好，所以我们就从下鼻子到鼻腔，可以吗？好，第2句3浅3休8法熊，好，口4，3浅3休8法熊，可以没？好，2句一起来，好，口4。抢3、6岁后风拱，3浅3休8法熊。按后，我们很加强语气而已，所以我们就用后。按后定色，我们就是风景，好，所以我们用风景来代替。风景用风，哈，因为我会用的是手语带动唱，不是字句去弄，哈。按后定色，某，请代表情，行，放在左边 ，OK 哈，你们做的比我还漂亮，哈，行，送，一个镜子。我在照镜子，我在欣赏我自己。铺粉，送 ，OK， 好，一起来哦。按后定色，莫心松。OK， 最后一句，一当然也可以这样比，也可以这样比，哈。也可以左手右手学你啊，好，一心行，好，一心为因为
因为什么事？因为等好，放在下方，矮，就是我，好，这6个字做一次，一心为道，晴，天晴了，太阳从这一边落下来，晴。郎是男生，男生，OK。一心为道，灯来晴朗。好，我刚刚讲的是国语，现在我们用客家话一起来唱一遍，从抢3六4语的灯来晴朗。好，5、6、7、8。抢3六4好风光，3千3有8发勇，安后听声莫心中。一心为道，灯来晴朗。刚刚我有提到说，我们这一首编舞的特色就是融入了手语带动唱。那么因此，我就把比较简易、综合性的一个手语教学放在我的舞蹈教学里面。好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哦。好，抢3的时候，请大家右弓，然后注意你的腿要延伸拉长，你的拇指点地，不是这样点，而是要把你的内片的大腿内侧外翻，这样你的腿才会变得延伸拉长。好，注意你的胯要正，胯不要这样歪，我们的胯要正。好，接下来抢3，请做强的动作，慢慢画下来之后，请注意肘关节大3节先下之后上，大3节先上，肘关节先上之后睡，看第8方向，后不变，重心不变，阻力腿不变，从下面拿上来，眼神看着1的方向，1在正前方，后缝，从马步回到了弓箭步。拱的时候，请一定要到额头上之后才瞬间开朗，可以吗？好，闪浅我们就不比闪浅闪黑哦，因为它好快好复杂，所以我们就看着远山，好美好清脆呀。好，注意这个手，你的肘关节，请把肘关节拉高拉长，不要放在这里。好，手叠姿，让每根手指头在不同的角度上，然后做一个提压腕的动作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人要呼吸，手也要做呼吸，所以闪浅，换手一样提腕，压腕，身体要记得，它也要呼吸，闪浅闪休，八法游的时候，我们把手变成踏步腿，脚先立成踏步腿，好，然后把手从大3节肘关节先起来到最高点，你可以提的最高点，最好是在你夹耳的位置，你的2手伸到夹耳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做小3节，可以吗？八法雄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做按后，好，定身，可以吗？某形送，好，这条腿稍微拉长一点点，这一条腿短一点 ，OK。然后你的眼神朝向第2方向 ，OK， 很棒。好，一行，请把脚交叉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就这样做哈。
然后如果不行，我们就照样这样做，哈，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太一样，哈，我们会做适度的编排，哈，好，一行就比着，一行为到更难轻容就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再背一次哦，从头哦，要不要起来？好，起来哦，好起来，好，不方便，今天不方便的就这样起来，方便的就这样起来 ，OK， 好，来一起哦，预备，走，抢伞流水后凤凰，伞前伞后八法雄。暗后吝啬无行送，一行为到更难轻容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试试看，连起来看看哈，会不会很辛苦？会哦，会。好，再做一次就好了哈，再做一次，好。5、6、7、8，江山流水后凤凰，伞前伞后八法雄，暗后吝啬无行送。我们刚刚已经做完了缓和运动，其实缓和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好，那尤其配合上呼吸更重要，所以现在我们继续做呼吸的运动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请继续做，总共做4次。吸气，要记得沉肩坠走。吐气，我们缓和是为了要收工，告诉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要开始回到最安静值。所以让我们的心跳也好，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慢慢的安静下来，让我们已经高涨的体温慢慢的把它驱散，让它散下来。那期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呼吸，因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身体辛苦了，该休息了。所以非常非常的安静。如果可以，请闭上你的双眼，然后去感受你的呼吸走到哪里，你的血液循环、你的血压、你的心跳，有没有回到最后的安静值？因为它要休息了。好，再做一次哈。我们换一个动作，吸气，好，做最后的收工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当然不用像我这么夸张哈，我只是告诉大家晚安。最后一次。现在，请让我们为大家演示青山绿水好风光这一首充满情意的漂泊情歌。
今天的课程到此告一个段落，希望大家非常的喜欢。强3、6、4后奉公，按子 say， 张伟亮。